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成间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你敢知影是咱台湾有一半较多的人过冬吗？台湾一半的人有过冬，而且10大死因甲大考有关系有8项，那偏呢减肥的人是满加项，也佫有减一个消散落肉唔食人。到底安怎来减冬？今仔日3位专家甲1位当事者，好好讲你听。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，肠胃肝胆科的医师肖敦仁肖医师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来，那么第2位，咨商心理师蔡佩纯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蔡佩纯心理师。那么第3位，营养师李家辉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辉。那么第4位是饮食失调患者蔡培文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那么首先，咱就来关心啦。那么根据着国健署的调查，全台湾有3成的儿童甲青少年，那么体重呢过磅了。那么医师警告，大考的青少年有8成大汉了哦，犹原是同款大考，恐惊会增加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等的风险。顶日啊，有一名13岁的查甫囡仔，因为大考，唔那是亲像查某人的心坎，还佫有轻度肝包油的问题。儿童甲青少年也有可能有脂肪肝。一个13岁查甫囡仔胸部胖胖，有将近查某人穿 A size 的呢皮啊，因为惊去同学笑，定定找理由唔敢上游泳课。家长是怀疑是毋是发育上早，带去医生看，无想到是因为上大考。经过检查发现，查某囡仔唔但体重过重，佫出现肝功能无正常，也佫有轻度脂肪肝甲肝纤维化。小朋友如果他们的体重没有控制的话，长期下来也会跟大人一样有这个脂肪肝、慢性肝炎、肝硬化，甚至有肝癌的风险。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台湾高中生上过冬、上大考的比率是30.6%，高中生原来达到28.9%，平均每3个青少年都有一个体重超过标准。医师是烦恼一寡家长想讲，囡仔大汉都会抽悬变散，不过事实上将近8成大考的青少年，伫成年了后也是会继续大考，也佫较会引起高血压、心脏病这些心血管的问题。那我们都知道会有3高：高血压、高血脂以及高血糖。我们也研究发现，有一些早发性的这些像血糖或者是难以控制的血压的问题，也会是息息相关的。医师提醒，青少年减重上介好的方法，就是为饮食甲运动做起。平常时啊，食白滚水代替有糖的饮料，加2个4小啊，也佫有饼，这大部分会伤甜伤油，热量悬，这拢较歹食。另外，嘛要保持适当的运动，千万唔通以网络流传的168断食法，一加生酮饮食，互囡仔来减重。建议家长会当咨询医师，讨论上介适当的减重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其实哦，咱今日1点钟内面要讨论的万项，也有咧讲安怎减重较正常、较好，对着新陈代谢、对健康较有帮助。而且啊，佫有讲到讲啊，这个大考吼，对着这个不管是以后还是好，还是咱这10大死因的影响。但是佫有一群人是一日间想要来减重，啊，一日间唔想要减重，迄心理形成的这个因素，啊，如何要来互伊安尼较健康来减重？咱先来看吼，减重的这个秘书啦，吼，有个人安怎想呢？啊，无咯，我啉水啊大考。那减啉水才会瘦较紧，吼！啊，明明哦，我著食素，啊，我哪会瘦袂落来？真侪人安尼想，吼！啊，食代餐，吼！啊，奶昔来取代正餐，就会当瘦吗？用减肥药就会当紧来瘦啊，而且咯，免扣着啊物件哦，拢会当爱食啥物就食啥物吗？敢有一种简单吞落去，啥物拢会当 OK， 吼！啊，节食断食。保持哦，你爱饿，啊，才会当瘦得紧。而且吼，减重期间袂当食这个淀粉类啦，
吼 starch 啊，脂肪是减肥的大敌，只有干那用水落去煮，吼啊，咱食同款一种食物会当减重，哦，这内面安尼。就我想吼，敢若即几项咯，医师恁就讲袂完啊！啊，食零卡甲低卡的食物就拢袂要紧，啊，下性命食哦，啊，算好这卡路里就会使啊，其他拢袂要紧。啊，你若有运动毋惊大箍，我就一直食，啊，一直运动就会瘦。医师，你看这秘书内面你感觉上致命、上毋对、上错误的是啥物？我就最后一项吼，就是讲甲运动个一定会瘦嘛吼。其实这我绝对毋对啦吼，因为咱咧减体重的时阵吼，其实饮食吼占7-8成的因素。哦，运动才2-3成尔。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群众啊，阮的制作人啊，注意哦，毋是运动敢占几成？运动2-3成尔。2-3成尔啦。饮食占7-8成。哦。所以真侪人就是开足侪钱去运动中心去做运动，哦，甚至讲请教练来教伊运动，结果食的部分只要无注意吼，体重嘛是拢袂顶袂动，啊无是颠倒的增加。吼，因为迄个时阵伊会足失望的，因为伊做重训的时阵吼，肌肉会增加嘛，所以最后看起来结果是体重是增加的。吼，所以爱看你的目的是啥？你的目的是要减体重，啊要减体重，咱上条是要减脂肪嘛，吼，咱那脂肪爱减落来，吼，啊减落来，所以第一阶段你绝对要减食，等候减了袂歹的时阵，才会使开始做重训，啊无你会做失望的，开较侪钱，体重拢无。哦，来照顺时来。无毋对，爱照顺时吼，先减食，较来做运动，安尼较对，吼，绝对毋通哦，顺序用唔对去，个麻烦啊！吼，这足重要诶！吼，佫有第一项，咱要减体重的时候，一定要啉足侪水。吼，我都卖啉水，啉水还大箍，无这个代志。吼，因为水内底根本就无热量嘛。伊就一直甲我钱啊！你讲无啦，我咧啉水就会大箍。无啦，咱水内底其实无热量。吼，其实2011年吼，伫美国吼，佮做过即个研究，减肥的人甲分做2组。第一组要食饭进前，拢啉500cc 的水，啊，第二组无即个免啉水啦吼。结果经过3个月以后吼，这有啉水的即组加比即个第二组加减2.1公斤啦。吼，加3个月尔，加啉水即件代志哦，佮加减2.1公斤。所以确实是讲啉水吼，对咱规个人新陈代谢有帮忙啦。吼，所以讲要减体重的人，真正水爱加啉一寡。一天真正啉到2000。所以医师吼，你会当互咱一个较核心的概念，就是讲要减重吼。那有个人讲减重就是爱减淀粉啦，吼，或者是讲减重就爱用卡路里落去算啦，或者是讲减重就爱用减糖啊，迄个酒二冰的即个糖啊，啊，才是减重。到底倒一种才对？哦，其实减重真重要，就是讲你规工食的到底食偌济啦。吼，你一工拢在食偌济卡路里，哦，安尼规个落去算，毋是甲算早顿、中昼顿、暗顿，啊规工落去算。吼，所以每一项，包括你不管是正顿食的，还是中头食的，吼，拢爱算入去。吼，看一工食偌济，安尼来算较对。所以一般真正要减体重，吼，上重要的也是食、运动，甲你的生活作息啦。你当时爱稳定，爱稳定。稳定非常的重要，你一工困几点前久，拢会影响你的体重的表现。吼，所以饮食、运动甲生活习惯是上重要，咱在控制体重的3项上重要的基本。吼，唔通讲这3项无做，啊，敢要讲要靠食药啊，要食啥物物件，安尼袂成功啦。迄完全就算讲你一时落来，你嘛袂维持啦。无毋对，你无可能食药啊，食14人嘛。吼，药啊，咱食拢是食一针尔嘛，食一针了会降啊。问题是你药啊停掉了后，啊你个大箍起来嘛。吼，咱还佫有足侪细节吼，小等下来问肖医师，我要先请教着这蔡老师吼。你也有真侪即个减重的人来做心理咨商啦。他拄仔我就讲着啊，有个人吼明明伊都无肥啊，伊无大箍，咱的观点，啊伊要来减重，啊有的是无喏。我就真肥，但是我讲我安尼吼，我袂减重的，嘛有即种的，啊偏偏甚至讲，哦减重遮辛苦着，
啊，就爱扣着，啊，喙就爱禁起来，我袂使。恁拢安怎来甲讲？譬如讲，像我头下讲即3种，要安怎甲考据？阮大部分吼，咱伫迄社区啊，吼，也是民警看到的，才会来求助的人吼，咱莫讲伊一定是病人吼，因为咱来看即件代志的时阵是。足侪人的话吼，拢足在意的话，就是讲咱的身材啊，吼，是毋是伤即种人占偌济？你讲为着身材啊，要来美貌啊，要来瘦安尼，感觉安尼较水。我感觉隐性的迄个数据吼，黑数吼，我感觉应该7、8成以上啊，大部分人对家己身材拢无满意吧？连查甫啊呢？拢共款啊，拢共款啊，查某的比例其实差无偌济，啊，毋过咱伫个多数人的迄种印象内底，其实对男性的迄个包容度会加足悬的。例如讲，哦，男性安尼壮壮的啦，吼啊，中年的讲在稳重，啊，对女生的话吼，会要要不当则不威啊。对，所以对女性的要求会相对的这种社会观感吼，会较严厉。对，我讲啊，爱安尼爱要求爱美丽，吼。即种，我小补充一下，其实阮伫减肥门诊吼，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来减肥吼，伊的要求拢无啥共款吼。查甫的大部分拢是健康出问题啊，吼，伊体检的时阵有红利，叫因太太压来讲爱来减肥吼，啊是讲伊暗时吼打呼足大声的吼，我讲较足大声的，甲我讲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吼，太太讲你无来减袂使，吼，啊是讲足严重的吼，就是讲有阳痿的问题。吼，迄真正伤大块的人有即款的问题。迄个时阵，查甫囡仔较会要来减肥，拢是为着健康啦。啊，查某囡仔要来减肥吼，其实大部分拢是讲要身材较好，体格较水咧吼。所以有2种无共款的情形啦。查甫大部分为着健康，查某囡仔大部分拢是为着讲要体格较水。你的病人，你的患者拢是安尼？大部分是安尼，啊当然毋是完全啦吼。比例来讲啊，查甫囡仔较是安尼，啊查某的无啥共款。是啊，蔡老师，敢有迄种杨贵妃型的咯？我就感觉我安尼肥软袂歹，我免。足少的，咱讲实在的，咱就这个时代的趋势对，伊就是小可杨贵妃是伊嘛会讲，我希望我会当较瘦的，对。啊，问题伊做袂到，毋是伊无想项，伊做袂到是无共款的情况。啊，若像我头下讲的，有一种已经明显看起来伊就过重，吼。伊行路的时阵，这边的肉肾这边，这边的肉肾这边安尼，拢无法度控制迄种。但是你要叫伊减少这块肉，要甲买伊的命，伊袂。像这种，你拢安怎对，互伊安尼踏出头一步？咱伫个心理治疗吼，或心理咨商来进行的时阵，咱会互因先一小步。就是讲，你莫有讲哦，咱只要减哦，是讲哦 BMI 值吼，20到24，伊会敢讲啊放弃就好啊，你根本都做袂到啊，伊可能只嘛40，你是要安怎变25咧？所以咱一般咱是会鼓励，像头拄肖医师嘛有讲的吼，在生活作息啊、吼饮食习惯啊、吼睡眠吼，这个迄项咱的身体的运作拢有足大的关系，所以咱会先吼引导伊哦，例如讲啊，咱是毋是咱正常食啊？对迄食的量吼，你会当降偌济，咱会先了解咱的饮食，因的饮食计划，才会讲，这一工好拢食偌济物件，啊，互伊足量的往下降。啊，无你只下讲，啊，你 BMI 40哦，降25哦，又讲继续食好啊，根本都做袂到。对。那这种的可能伊吼，伊家己一个人无法度执行这项代志。咱咧俗语咧讲，这个医学名词叫做病耻感啊，伊无法度家己执行啦，所以伊就必须要有人甲监督，有人甲这个怎么逼他甲。毋是甲逼啊，甲协助。像这种，恁的角色敢会当甲协助？咱压力值共款吼的概念，就是讲，咱会逐一个人吼强迫吼逼伊做，其实会反弹啦，其实维持不会久。所以咱假如讲，咱试着用引导的方式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互伊慢慢啊，感觉讲，这件代志我做会到吼，因为伊和伊的自我价值低落吼，啊，想迄自我掌控感有关系，所以感觉讲，我今仔做会到，又愿意搁去做。吼，咱今仔讲哦，我今仔读册，咱读册共款，我今仔读册讲，我加读半点钟哦，啊，考试真正加有进步，啊，又感觉讲，有效。啊，你若讲吼，你若讲我今仔做讲你爱读几暝吼，啊，你迄六日拢袂使出去同学耍，啊，袂当拍游戏吼，啊，结果
伊心情无好嘛，计嘛读袂落，所以咱来用引导的方式，可以慢慢啊建立迄个。我知啊，即恁四个拄啊好组一团吼，安尼，我来问吼，即个李老师吼，若是亲像恁在营养顶头要互建议，像猪胸安尼，有个人是安尼想哦，讲其实减肥吼，敢若一个水果，你一个时间就是食遮济。你袂当搁再食搁较济，你若食搁较济，去倒出来的物件，伊就欠起来，伊就欠起来。所以你着定时定量，比做你规工加起来的这力量多少较重要，是毋是安尼想？其实伫阮的专业，阮是感觉讲吼，因为每一个人伊的生活作息对，心理的状况嘛无共款，有人伊的胃较细的呀，所以伊无法度一摆食足侪物件，伊爱分两顿食，这拢是会使。但是阮的话，口罩你有讲，咱袂使互病患辅助。阮即马足侪伫门诊，阮就会搭配医师、营养师，通常拢是还有朋友，嘿，朋友就是八礼拜。就是8周的时间啊，阮就会甲这个患者讲啊，即马你也是你要进行减肥，你毋知影家己爱安怎做，不要紧，你着把你每一工你要食的物件翕相啊上传，即马拢有足好的 APP， 无就是 Line 对毋对？我着带你看讲哦，你即顿安怎？你着老讲你有食完，还是你食一半？这个时阵营养师伊逐工都会使互你建议讲，哦，你即顿你即个便当啊，你也是亲像咱真正的便当有金龟，啊，搁有饭，我就会甲你讲，金龟嘛是全谷杂粮，饭嘛是，所以你也是要食即个金龟，啊，你的饭就减1/3。好，啊，你即个菜咧只有2个，可能伤少。后一遍你要去点菜的时阵，你会使3个菜，啊，金龟嘛会使，啊，饭就较少，啊，鱼啊要安怎处理，就是逐工慢慢啊。教育他，潜移默化，伊就会愈来愈知影，伊要安怎选择伊的食物。是，啊，若是老师安尼想吼，我头仔问的即个问题就是讲，咱是规工用加起来的即个力量，譬如讲，有个人就想讲，袂使哦，我今日暗时要食大顿的，所以我就中昼较饿一下，枵一下，吼，甚至我早顿就开始枵，安尼敢会使？其实安尼对身体是较无好，但是咱若是因为足侪人有应酬嘛，对毋对？就大餐，这个时阵我嘛是会使甲你讲，你早顿、中昼你嘛是爱食，但是要食较简单的。第二，你就会食2白质，蛋白质可能茶叶蛋配个鲜奶，安尼，好，无就是食较少的。啊，但是你暗顿迄顿要食的时阵，你会使食较侪质素啦，但是嘛是介意原则。就是先食菜，先食肉，最后才淀粉。我觉得你讲一摆，爱先食啥物？我拢会建议参像考到肖医师讲的，啉水了先食菜，啥怎菜含水伊就会膨胀，在我们胃里面伊就会有一点点啊饱足感。第二，这个时阵去食2白质的物件，就是肉啊、鸡肉、菜啊、海产啊，最后才来食你这饭，无就是面，无就是面包这款的。哦，到时阵你就食了较少。对，你这头过食这，你就已经有一点啊饱足感啊，所以含有人是哦卤肉饭来1/3就无啊，硬的菜计肉一碗就无啊，搁食第2碗饭，安尼就差足济。光是调整这用餐顺序，就会使调整就对。李老师，你讲我真有画面呢，我就真正有看到呢。真正，因为阮翁就是安尼，考到小医师讲啊，迄去运动。阮翁迄个时阵，就少年的时阵，研究所，伊就是感觉家己较肥。一个去健身房哦，健身2小时，做重训、干杠什么都做，结果转去厝里煮20粒水饺，食了，1个月了后1公斤拢无减，伊就足灰心的。讲得最差波了是这个。对。哦，所以知识就是爱有专业的人士就重要。咱这一点钟要好好听，这咱在听吼，这个妹妹吼，你来讲互咱听吼。你当初是安怎开始想要来减重？你本底是偌重？我本底是50公斤，
你50公斤看起来嘛，未比即马较重。无，我即马可能嘛差不多是50公斤，因为我是50公斤啊，我减到39，差不多。减到39。对。啊，但是减到39，你讲有满足？无。你无满足。我39公斤的时阵，我嘛是感觉家己伤肥，就是。啊，你会感觉伤肥是透过什么比较？甲啥人比较？是甲德哥比较，还是甲阮制作人比较？就是我会看足侪可能网络顶悬的名册啊，啥物，拢感觉因足瘦的，啊，我就感觉讲我无够瘦，啊，逐工拢会直照行，就是啊，逐工看，我感觉讲无够瘦。但是这个瘦甲肥吼，照你讲应该有一个客观性。哦，因为你已经瘦到安尼皮包骨啦，啊，人是你人，譬如讲韩国明星，人伊嘛是安尼，吼有诶肥嫩，啊有诶瘦安尼啊，啊你无感觉讲无，即我就爱，还是讲你家己有幻想出来讲，我安尼才瘦，才有通啊变做安尼。其实我感觉到后来已经无一个标准啊，就是一开始可能讲。一开始在减肥的时阵，可能想讲我减5公斤就好，我个瘦到可能45，我就会满足啊。OK 啊，对，但是你真正瘦到迄个时阵，你就感觉讲无够，就是迄是无一个尽头的，就是后来是无标准的，就是我就是感觉家己无够好，就算讲我有看，就是想讲要像。韩国什么歌偶像那些，感觉讲我瘦到迄个差不多迄个状态，我就会使。停下。对，但是事实上你袂停。啊，是讲你感觉讲你唔知要安怎停，啊要安怎维持，所以一直甲减落去，安尼上安稳。嘛有可能就是感觉我瘦我才会安心，我若是无遐尔瘦，我就会感觉我伤歹啊。就是我就是想讲，愈瘦我就感觉我心内就感觉安心。对，就是较安心，就是我无在意讲，无就是我讲有健康还是安怎，就是想讲愈瘦就愈好安尼啦。就是其实嘛到上尾嘛无一个标准啊，就是。啊，你甲我讲过，讲你安尼有一摆，你妈妈。叫你食这意大利面，啊，你本底你是无想要食的嘛？对，就是我其实迄时阵我是无敢食面，嘛无敢食饭，但是因为就是我若是无甲厝内面的人做伙食饭，对，因为无欢喜，所以我就还是食，但是我食了我就痛苦的，我就家己走去我的房间，啊，就直哭，啊，讲用我的头去弄壁，安尼就是。感觉讲我哪会使安尼食，就是你会足痛苦的，然后那个罪恶感会足大的。啊，你这罪恶感是因为讲袂使，我安尼我袂当进入到这个世界10大美人的这个行列，所以你会哭，还是讲无？我就是一个标准无做到，我就真扣掉安尼。就是像我这种减肥感觉破病的人，就是我会互家己。互家己有足侪限制，甲足侪规则，就是讲我想讲，袂使食这，袂使创遐安尼。啊，我即顿就是要一当食偌济卡路里，啊，袂使超过。啊，我会想好，我逐工拢会想好讲，即顿要食啥，啊，后一顿要食啥，啊，我明仔载要食啥，我拢想好啊，就是我袂使打破我的规则。所以讲，我迄阵我其实是无互家己食面迄种的物件，但是我食，我就讲我的规则完全拢就是破坏了，我超出了我的规则，我就会就痛苦的，我哪会使安尼？你的故事咱先停在遮吼，我先请乔医生吼，你来看，这个患者吼，伊会变做安尼是，敢有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无人通好甲讲一句话啊？伊有讲哦，伊男朋友也好，还是厝里人拢有甲制止哦，但是无法度甲帮衬的。嘿，我想咱伫医学中吼，医学的中间吼有一种的诊断吼，或者英文或者 eating disorder，
就是讲伊对食食的部分吼，有一寡地属温暖去，暖去。啊，我是建议讲，亲像吼，咱这是迄个血魂嘛吼，血魂你即款情形吼，你应该是爱去看一看心理医师啦。吼，即款伫医学内底吼，心理医师会当甲你帮忙。吼，因为你对家己的形象吼有一寡过度的要求啦。真正讲我看你差不多160公分吼，你差不多嘛吼，160公分的人瘦较剩39吼，伤瘦去颠倒无好看。毋过你对家己要求伤过头去啊，吼，所以其实吼我甲镜头前我甲所有咱台湾的观众朋友讲吼，其实这做过研究，伫英国个做过研究，伊请20岁少年的查甫囡仔看一寡查某囡仔穿比基尼的泳装落去看，什么情形之下对伊上有吸引力？讲哦，这上水吼，其实 BMI 是差不多伫19到20中间。BMI 19到20的少年查某囡仔看起来上水。毋过一个160公分的查某囡仔瘦到剩39的时阵吼 ，BMI 伤轻去啊。咱台湾的标准是 BMI 卖低于18.5，小于18.5是伤轻哦。所以160公分体重39，绝对比18.5较轻。所以迄个时阵颠倒无好看。所以这个事实你绝对爱先了解。吼，这拢是做过研究的。吼，所以讲毋通伤瘦。安尼感觉讲，我明明足瘦啊，我想要较瘦呢。啊，你是一款 eating disorder， 这款情形真正建议讲你先去看心理医师，伊会使甲你帮忙。有我迄阵有去看。啊，结果有帮忙无？我感觉是食药，药啊对我有帮助，就是因为但是甲迄医生的讲话无啥物帮助，但是我感觉是药啊较有帮助，因为伊就是帮助我的情绪较稳定。我食了物件，我迄个罪恶感袂袂遐重。对。所以食药啊嘛是一种帮衬。是，我想伫即款 eating disorder 内底，即马本来就有一寡药会当帮忙啦。啊，毋过上重要是心理师认知啊，嘿，对，心理师嘛会使家己互一寡互伊认知。像我看一寡相片嘛，讲即款什么情形之下你看上好吼？我一个人同款的形态吼，按上轻甲上重分做9分，互你看，你感觉搁一项，搁一个是上水。吼，其实是差不多第3、第4也上水，毋过伊可能爱要求甲上轻的迄种，安尼个毋对啊。所以用一寡形象，互伊慢慢会当认知讲原来是安尼，我想这足重要。这麻烦就是麻烦有一个角，这个角就是我就是认知讲你对，你这客观上你这就是 BMI 的19、20的上水，但是我就是认为爱搁较细，因为吼，迄翕起来放大，袂使我就爱搁较瘦。啊，我这个角就是安尼，若是安尼，蔡老师你要安怎甲讲？我伫个临床顶管吼，无管是佩云吼，还是迄个肖医师讲的，即个很常咱其实伫迄所谓 eating disorder， 就是咱叫饮食障碍吼，这是一个一定是诊断别吼，啊嘛是我的专长。啊，因有一个，恁头讲的，因拢知，问题因拢无法度藏入伊的脑袋内底。因为我本来今仔想要准备一个即个厌食症吼，定定出现了一个图吼，或是伊徛咧迄个镜头前。吼，啊，伊的真实的人是皮包骨，啊，毋过伊看到伊镜内底家己是肥的，变得出现一个幻影。所以咱叫伊本身有错误的身体意向认知失调，是讲你安那来讲，伊拢袂感觉。伊即摆看伊照镜对毋对？啊，伊敢讲，你看我这大腿伤大颗，比顶管一定拢是瘦甲皮包骨。啊，因为你顶管皮包骨嘛，啊，所以大腿看起来足大肌的啊，又讲这伤大颗，袂使搁食。吼，啊，因有一个典型的一寡特征啊，例如讲，因会讲健康饮食，吼，啊，伊健康饮食就是，这会当食，迄袂使食吼，所以伊用讲吼，健康饮食有用啊，我当然食水煮鸡胸肉，啊，水煮青菜，吼，啊，伊会甲伊讲，老师我安尼啥那袂使，啊，我有食油啊，伊会啉，会食一寡迄种子啊，吼，橄榄油，伊讲，老师我来讲，我该食拢有食，啥那你还讲我无健康，吼，因有一寡种自然饮食法是因的讲法吼。啊，例如讲，伊食物件又无毋对，伊会感觉讲啊，我胃袂使放物件，我放物件我感无爽快，我胀风毋爱袂使食，安尼又是这物件无好，吼，伊会互家己各种理由，无爱互家己食物件。就尽量无油无醋，安尼感觉规人才会神清气爽安尼。但是这个对着新陈代谢，对着身体这破坏是啥物？其实安尼的状况，就是我感觉应该是
心理的因素较大，因为这个时阵伊就是互家己足侪限制、限制嘛，就是我这袂使食，这袂使食。其实我伫门诊啊，就是看到足侪可能真正是足大块的人，伊要来减肥，伊就会讲啊，营养师，我就是足爱食啥物物件，我当袂使食，我就是足爱食甜的，我当袂使食。我就来讲，其实拢会使食的，亲像糖尿病共款，会使食，但是你的量爱控制。亲像我家己，我足爱食臭豆腐，我逐工片了迄臭豆腐，我就感觉足芳的。但是臭豆腐伊是甜的嘛，所以伊的热量足悬。我就家己控制讲，安尼我也是前一个礼拜我食过，安尼我2礼拜了我才去食，安尼就会使。但是亲像也是患者安尼，可能就是，互家己小者限制安尼对。所以我感觉是应该是伊的安尼新陈代谢其实拢互人拍牌，因为咯伊安尼规工全部加起来的热量。可能收低，啊！你收低的时阵呢，你会使想象，咱伫古早时代，咱是打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足久才有食物，啊是讲你即马足久，你拢是足低热量的饮食，你的身体就巧，伊就会认准讲你是不是拄着暴风雪啦，无食物的时阵，它就会慢慢的调降你的新陈代谢率。所以你得安怎感觉愈来愈对，轻轻用，所以伊的新陈代谢愈来愈低的时阵，你得感觉是安怎我一开始我的散足紧，是安怎愈来愈排散，安尼伊可能的压力就会愈来愈大，因为伊可能会逐工拢量体重嘛，伊就感觉前礼拜我有瘦1公斤，是安怎这礼拜拢无瘦，就互心理的压力愈来愈大，对。啊，变成恶性循环。对，无问题。所以，阮伫临床上，我嘛无建议讲，什么，互你一个那个菜单啊，逐工都爱照这食，因为每一个人食的物件无共款。第二个就是，莫讲足低热量，安尼是对身体无遐尼好。啊，嘛无帮衬，啊，实际上嘛达袂到这个目的啦。对，嘿，无问题。啊，煞来吼，佩文。你甲咱讲吼，你后来是安怎慢慢来改善家己？除了开始食药啊以外，有个人连甚至看医生都无爱呢。啊，你哪会想要去看先生？是因为到后来我的这款eating disorder 吼，就是影响我的生活伤大，就是我足痛苦的是，我逐工为一分为一秒，我的头壳拢伫咧想我要食啥物，想我的身材，想。热量啊，想规工干来想这就好。对，我无法度控制我的头壳就是。休克安尼无法度。我无法度啊，甚至是讲我逐工拢咧想这，我无法度把我的专注力放在别的地方上，我没有办法做任何其他的事情，因为我的头壳逐工拢咧想这，啊，甚至是讲我迄时阵咧读大学，啊要毕业啊思考讲我未来要创啥，我拢感觉讲我会因为。这款饮食障碍的问题，我根本就无法度，就影响到我找头路。甚至无法度上班。对，迄就是因为你真正无法度想别的代志，你就感觉讲，我嘛会感觉讲家己拢无价值，就是我人生都耗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就真的会这样。但迄阵时你算起来应该是减到上轻啊，上轻应该对你来讲上有成就感吗？就是。你的迄个成就感，敢若你伫体重机上面看到哇39，我感觉讲哇，我就是迄阵会有一点成就感，说我瘦。刹那之间有。就是我要瘦了，但是你然后你马上就会继续控制你的食的物件，啊继续讲是讲，我爱搁较瘦，就是暂时的而已。但是你逐工也是继续拢咧想我。要食啥？我袂使食啥？我想要食啥？我无爱互你，我无爱互家己食啥？拢咧想这个问题。你拢困嘛困袂好，因为逐工拢足枵的，就是逐工拢足枵的，拢枵甲拢就就算我足忝的，但是嘛困袂落去。那我无就是我每天一醒来，我头脑马上就开始在想食物。
就是醒来的一瞬间，我就在想，我想要吃什么，我今天要吃什么。啊，你食遮少啊，袂头晕，啊，人拢咸咸吗？就是迄阵，就是我人就规个人拢足无气力的，啊，会拉就侪头毛，安尼。头毛啊拢落。就是洗身躯的时阵，家己会有小可惊着，讲哦，今仔日哪会落，就是头毛掉落遮济，啊，我嘛就是有月经嘛无来安尼，对。哇，啊，才会开始想讲要来看先生。对，就是迄时阵，其实会去看先生的上大的原因是迄时阵的男朋友甲我逼的，就是伊压去看。对，伊看袂落去啊。对，是。我当补充，阮伫咧文件吼，做侪迄适龄的女性来求助饮食障碍吼，我感觉这目真好吼，因为这个族群的病患其实不容易浮现出来，他们因袂来求诊，因为伊感觉伊用一个方法吼，伊感觉伊生活会当维持伫想要的身材啊，吼方式来。我有掌握感。对，所以伊大部分袂主动来求诊。吼，啊，咱饮食障碍有分3种，吼，我想讲补充一下，一种的话哦是咱讲的吼厌食症，就是它会极度的限制饮食，哦，这袂使食，迄袂使食，吼，啊，伊的病态的迄个身体意向是上严重。啊，第二种是暴食症，吼，啊，真正妙，知影暴食吼是食足济，吼，啊，食偌济，我有病人甲我讲，吼，伊一顿会当食掉2000块的物件，一顿。要买2000块一家拢啊食掉，所以因会有一寡迄代偿的行动哦，是讲，例如讲催吐，吼，呕出来，吼，啊会食泻药，我听过讲一工食5甲泻药，伊食拢总放了了，吼啊疯狂运动嘛是，吼你啊疯狂运动一工运动1-2个小时，逐工哦，逐工爱去报道哦，所以迄阵 COVID 的时阵对因来讲有够痛苦的，无法度去健身房，你知无？伊毋知要安怎。吼啊，第3种的诊断是这2年出来的，是个事实症吼，或是讲伊食足济，咱头2种吼，拢有一寡代偿的，头拄咱讲的方法吼，啊事实症是伊食，所以你看到伫个文件内底啊，一寡用足大块的，有的是事实症的病人哦，啊你看嘛，伊食嘛，啊伊佫无法度排掉以后，伊一定大块，吼，所以这3种伫咱饮食障碍内底是足常见，啊伊头拄佩云讲的这点吼，真正伫迄社区足定看到吼，是讲为虾米伊来吼，因男朋友也是老公吼，啊要结婚啊，讲爱看你安尼袂使，然后交往都感觉无要紧吼，啊像要结婚啊讲啊你迄习惯安尼无，安尼要食饭吼，啊因会定定拢眯起来食，袂向人逐个做伙食饭。眯起来食。眯起来食饭。啊你迄阵食饭敢有眯起来食？我是无，但是我本身朋友就较少啊，但是有人若是甲我约。啊！你迄阵是甲男朋友咧食的时阵，啊伊食啊澎湃，啊你食安尼，啊你敢可以？对，我食我的，伊食伊的，就是因为伊知影我的状况，就是伊袂，就是逼我一定要吃。伊袂强迫你。对，就伊就会讲先去买我要食的，啊我搁陪伊食伊要食的安尼，对。啊，但是你这个过程差不多维持偌久？你若开始看先生了，开始慢慢啊恢复。差不多偌久的时间？我若是讲我有想要好起来的迄个心，甲即马是嘛超过1档，但是我即马就是已经好足济了，但是还是袂。你头仔讲一句话，讲你有想要好起来迄个心，到即马差不多1档。超过1档。超过1档。你有想要好起来即个心，甲你采取行动，还佫隔离偌久？差不多半档了，搁半档，半档了才真正有行动。对哦。所以这个心理的过程嘛真复杂的。肖医师，伊这都有心讲，我有觉察讲这唔对，后来付出行动搁半档了，这到底这是安怎要安尼缩短，还是讲爱互大家有一个认知？但我感觉这敢若唔是认知的问题而已哦。是，我想这咱头仔讲的这吼，eating disorder 这吼，不管讲台湾咱是不是讲厌食症啦、暴食症啦、事实症吼，这款的饮食障碍吼，本来就是伫咱的减肥门诊内底吼，我第一天打患者入来诊所的时阵，我爱先分好清楚，因为减肥的人吼，真正减肥的人袂去选这种的，就是讲。若是这3种的 eating disorder， 这款的饮食障碍的患者，我呢第一时间个建议讲，你先去看心理科的医师，因为这是咱
头壳内底一寡神经传导物质，一款认知的问题，所以唔是普通的减肥就会当解决。哦，所以阮第一天就先问讲，你到底是有这款的情形？吼，因为一边我食，甲我讲的一顿啊食2000块的物啊，啊是讲我绝对搁要搁较瘦的。我咱台湾的 BMI 正常是18.5到24嘛。啊，你若今仔是一个明明体重加 BMI 加20的人，伊讲要减肥，我甲伊问好清楚啊，讲你安尼搁减落去无较水啊？吼啊，甲因男朋友还是甲因翁问一下，讲到底发生什么问题？有的人是因为伊是一个演艺人员，有特别的需要，迄个时阵我来甲帮忙。啊，毋过若是讲无明明佫无特别的需要，结果伊希望体重佫较轻。我就知影讲有一寡认知的问题，这个时阵我会转介予心理科医生，还是心理师来帮忙。啊，若是无这款的问题，他会真正进入拢讲减肥的这个过程。所以我想伫看咱的减肥门诊吼，本来就是一开始这件代志非常的重要，咱先分好清楚伊是什么情形，较真正来甲进行这个治疗。是。啊，若像他这蔡老师，你所讲的这3种吼，有一种是。我有啦，我咱见摆有要减啦，啊减的吼，会有看到效果了，伊佫恢复啦，啊，超过3个月来一摆，3个月来减重，哪有遮干，才有减重，哪有遮困难？我逐工拢减重啊，哪有这种人啊？只讲有咧减重的，那这种你拢爱有什么帮助？像这种。像我也做迄个心理治疗、心理咨商的方法的话，就是咱会当维持一种较低频的咨商次数，例如讲咱1个月见个案1次，吼啊，咱会行讨论伊讲伊这个月的状况，吼是毋是有维持下去？因为咱重点是行动，像头拄佩云讲的讲，咱其实咱要对。起心动念跟行动吼就要时间，但是你开始行动以后吼，要维持吼，这更困难叠加。咱要做这个代志，咱讲哦，我知影要做，问题咱有法度维持是一个困难的代志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你也像讲一个用3个月中断，我可能用像我讲的一个低频的方法。吼啊，然后行伊保持一个联系，啊，知影讲伊可能伫即摆有遇到啥物困难无？吼，伊感觉哦，感觉是无法度困嘛，还是讲哦？交际足济，交际应酬足济，咱知影伊的困难伫对，啊，咱会对症下药吼，会针对伊提出来，伊感觉讲是安那无法度继续维持下去的迄困难，互伊是一寡建议安尼。哦，即咨商的这个时期，你甲频率啊降低啊，扭好长，啊，才正会当长时间来甲观察。对。有这种吼。我补充一句话吼，就是讲这个体重控制吼，其实吼减肥期甲维持期完全无共款。不过，阮定定讲一句话真趣味，就是讲吼，会晓减肥是师啊，会晓维持才是师傅啦。吼，会晓维持是真正困难哦。伊真正了解讲，这句话真艺术咯。真正了解讲安怎食，安怎运动。艺术你就师公咯。哦，我师公。就师啊，甲师傅。对，师啊，师傅。会晓减肥只是初期尔。吼，你一年拢无复胖起来，只是经过一年尔。真正讲真正的减肥成功是5年，你的体重拢无搁大考起哩，迄较真正的成功。因为你想即马刷落去要5日节，搁过偌济中元节，搁来中秋节，搁来过年，你想偌济好食物仔伫外口等你。咱台湾哪会遮济节日啊？有够讨厌的啦！哦，这想到了读到戆去啊！是，所以咱的营养师也非常重要，因每一个这日的时阵，拢会甲患者讲好清楚。你会当安怎食，你会当安怎食。哦，像那是大魔王，可是过年的时阵啊。哦，过年的时阵，所有厝里人拢斗阵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你真正会袂记哩。所以每一年若是过年吼，减肥班的人伫过年的时阵过去2礼拜过来吼，80%拢体重增加。哦，这是非常无简单呐。啊，若马上端午就来啊，5月节就来啊。你要甲咱啥物建议？因为真侪人看到这个肉粽吼，不要紧啊，我今仔日吼才食半粒啦，啊哦，明仔载佫食半粒，安尼敢可以？还是讲我用啥物心理机制去甲伊替换？讲袂使，我这个饭吼换啥物啊？这个北部粽吼较油，我食这个南部粽吼较无遐油，安尼敢好？是安尼想吗？还是爱安怎做？我感觉吼，就是这肉粽这，我知影少侪人就爱食肉粽，但是咱的肉粽哈，就是用迄紫米是吗？紫米做的，所以伊足够升高咱的血糖，
啊，升到血糖的时阵，就就搞变肥啦。好，所以咧，第一个我就是建议，就是你要食你的肉粽的时阵，你会使先准备一盘菜，亲像口仔讲的，有先食菜，对，先食菜，延缓你这血糖的波动，好，这最重要的。搁有咧，你嘛会使加一撮仔。参像好诶，两白质诶物件，参像是凉拌豆腐，即马就热嘛，吼，无就是鸡肉、鸡腿，这拢会使。就是因为肉粽内底诶蛋白质嘛是较少一撮，但是全部拢是那个淀粉，对。所以你就是有菜有肉，才来加这你诶肉粽。无诶话，你也是食一粒肉粽，我感觉是袂饱呢。你可能就会食到第二粒，无就是其他诶。哈，搁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进前有挂迄连续血糖监控的一个物件，我就有食减重，要安怎讲？就是鸡掌，鸡掌，对，鸡掌。啊，咱的鸡掌是毋是拢爱加糖，无就是加糖糕，对。我迄个好食的啦。嘿啊，我透早食，哦，迄个血糖吼。真正足悬的，所以我食迄一粒了，啊，第二粒我就送别人。对，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出来吼，你就是适量就好，你莫讲哦，迄间的肉粽足好食，你就买20粒、30粒，安尼就会无小心直食。所以我嘛会建议咱的观众朋友吼，也是你想要控制一点啊，零食啦，这真正是大忌。细修啊。嘿，四蔬啊，就是讲哦，你莫讲无食正餐，你食一大堆四蔬啊，因为这营养无，但是热量就悬，吼啊，还不如你着食一顿好好啊正餐，正餐来正餐，安尼较好。这吼，因为春草10几分钟，我要请培文吼来甲咱讲吼，你这一路安尼过来吼，你要甲观众朋友来。讲你家己的一个心得，是安怎对这个抗战安尼，行过来安尼爬出来吼。我有甲伊讲过哦，伊感觉讲家己也未成功哦。是。你的认定是安怎才成功？在我看来，你即摆好好啊，还是讲你心内还佫有这种感还佫伫的？就是我感觉你讲要真正成功是讲，我会使莫特别去想我要食啥，我会使足自然的食物件就是食物件尔，我袂去想即个问题。我又佫有讲，其实我即马体重增加了后，我也无法度接受我家己即马的模样，我是无法度接受的，因为我嘛是逐工拢会照镜。但是我甲讲看，拢会感觉讲，我感觉我是毋是伤肥啊？我是毋是搁要瘦转去进前安尼？就是心里有很多的矛盾跟拉扯，就是我无法度讲，我即摆也是就是嘛是会逐工拢咧想讲，是毋是爱食较健康的物件？我袂使食啥物物件，就是也无法度拢嘛去想济啦。对，就是我感觉这要好起来，真正无遮简单，就是爱足侪时间。但是我要请教3位吼，咱人是毋是应该时时刻刻吼，来咧食物件时拢爱注意，即个唔通食，迄个爱注意，即个爱节制，爱沾啊安怎，这是应该是正常的状况吧？是毋是安尼想？我想是安尼啦，就是讲大家应该爱经过一寡吼。营养的教育啦，咱台湾的营养的教育较无够吼，咱爱知影讲，什么食物食了你血糖会悬，什么食物食了你脚会大箍。平常时了解了，你就看到迄个讲说啊，这袂值钱，你马上会当了解嘛。其实免一直遐算，免算遐认清楚啦。所以头仔营养师讲的吼，咱先啉水，菜、肉、饭、汤、水果，总共6项啦。吼，所以咱照迄个菜、肉、饭、汤、水果。无毋对，吼，水先啉嘛，头讲要食饭前，咱就先啉500cc 的水嘛。这个顺序就非常重要。啊，第二看到讲，哦，这饭啊，当然嘛，糙米饭比白米饭较好。啊，全麦馒头的比白馒头较好。先数字来比较。对，你先了解了后，你就免多算遐认清楚。你只要照这个顺序来食，啊，食了莫过量，咱个逐顿拢甲食8分就好啊。
啊，像头仔主持人讲啊，即摆什么168啦吼，什么一天个人食8点钟、16点钟免食，迄个时阵食了会出问题，胃肠会无好嘛，胆结石嘛会增加2成。所以讲，其实你每一顿拢食7、8分饱，食7、8分饱，安尼规工来讲热量袂伤悬，安尼体重嘛袂。啊，个稳定。对，稳定，因为你做会到嘛。你食168，你要食偌久？168其实过去是人伫佛寺内底，还是外国的修道院内底，迄真正修士、和尚甲尼姑人咧修行的时阵咧做的代志。伊每一工伊无其他的代志，就是咧修行。迄个所以当一工食8点钟，即马叫他应付啦。无毋对啊！即马现代人毋是你逐工爱做事呢，你爱上班呢，你有时爱有一寡体力活呢，爱有一寡热量呢。所以你若是敢食168尔，无法度久长啦。所以即马所有的营养啦、医学啊，所有的杂志吼，所有遮医学的文献，你讲168袂歹，上济拢是2年、3年足短期的时间的一个效果尔。今仔长期来讲，咱讲真正要健康吼，咱的淀粉啦吼，比上咱的迄个脂肪啦，比上蛋白质其实5比3比2啦。哦，5比3比2，这是确实上健康的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大范围的知识，咱先有了后，每一项食物拢了解好清楚，看到遐讲啊，这我可能袂食，啊无我选这好毋好，其实一款反射。有当替代安尼。对，你个袂足痛苦。你个知影讲啊，这毋通啊，头仔讲的讲啊，你妈讲像5日节，看到粽啊粽足好食，啊毋过迄糯米吼，迄糖血糖的升了足紧的，啊个莫过量啦，咱小饲一个就好。我想讲咱个会当把体重控制到足好的啊。是。所以讲咧头前的这饮食教育吼，营养师足重要。来，营养师，我小人家蔡老师吼，你先甲咱讲，头早有一个概念，什么叫做高升糖、低升糖啦？对。迄升糖吼，会升得真紧啊！称血糖紧，是毋是体重就增加较紧？这有啥物连带关系？你也是你的这个物件是足甜啊，无就是你这较高 GI 啦，就是咱医学说的高 GI，就是你食入去了啊，你消化吸收很快，参像紫米和炒米饭，好，紫米的足悬的。这个时阵你的血糖也是足悬的时阵，你体内的胰岛素的分泌，胰岛素的伊就是分泌出来，伊把这个血糖啊送去你的头脑，发现啊你坐伫遐，你无你看电视，你无你思考，伊就去送去你的肌肉，发现你无你运动，最后伊就会送去走去刮，然后转换成脂肪，变成肝包油，对，肝包油囤积起来，对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血糖高，进一步的变肥胖，就是拢安尼啦。好，来，搁有就是考到讲营养教育，我感觉这足重要，因为政府一直在推行，每天早晚1杯奶，啊，每餐水果拳头大，菜比水果多一点，饭跟蔬菜一样多。然后呢，豆鱼肉蛋1掌心，坚果种子1茶匙，这就是你逐工逐顿你安尼食，都会足均衡的。所以我感觉这是口诀啊。我嘛有去做者社区啊做营养教育训练。李老师，你睇下迄考卷，你去看一摆，记袂起。每天早晚1杯奶，每天早晚一杯啉啊，每餐水果拳头大，每天水果拳头大，菜比水果多一点，菜比水果加一点，饭跟蔬菜一样多，饭甲蔬菜同款多，然后豆鱼肉蛋1掌心，豆鱼肉卵，就是2杯一个食物，一个掌心，掌心，一掌心，最后就是坚果种子1茶匙，一个大拇哥。坚果种子就是好的油嘛，腰果啊，腰果啊，土豆，系啊，无就是杏仁啊，一个一汤匙1茶匙哦，就是一个大拇哥，安尼，你逐顿拢安尼食，安尼就足均衡啊。但是即摆的人，你可能你就是菜食足少，啊水果无你食，啊肉可能食伤济。无就是面、牛肉面，你就像培文，你一定感觉水果伤甜，你唔爱食。无，我嘛是会食，但是我敢若静静啊，我敢若会敢若食的就是
令果甲芭乐即种较，我看资料写讲迄较低 GI 还是糖较少的，我才敢食。但是其实我即马我安尼行过，我感觉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你若是无健康无啥物问题，啊你想要减重，是因为你感觉你家己伤歹迄种，你爱好好思考你敢是真正有需要去减你的体重，因为无就有可能减到像我安尼可能破病啊。安尼其实健康毋是敢若身体，心内的健康嘛是真重要的，对啊，就是。你谈我做艺术啊呢？做艺术啊！哦，感谢四位，谢谢。